喽，是我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喽。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日常生活的客套招呼话。首先第一句话呢是很高兴跟你见面哦，来，嘴巴借徐薇老师跟着我念哦，董欢喜老你见面。再来一次。董欢喜老你见面，董欢喜老你见面哦。董就是很的意思，欢喜就是喜欢，董欢喜就是很喜欢啊，就是很高兴、很欢喜的意思。老你就是和你的意思，见面就是见面，董欢喜老你见面。哎呀，记得徐薇老师之前非常的荣幸呢，受到这个苗栗第一所国立大学联合大学的邀请啊，当代言人呢。哇，我到了联合大学呢，看到校长啊，校长好客气哦，金校长就对我说，董欢喜老你见面，矮吗嘿，我也是哦。再来我们学下一句话，那么最近你还好吗？近来好吗？那这是老朋友相聚这时候说的话，叫做安久好吗？安久好吗？安久就是这么久以来，安久好吗？好吗就是好吗？再来哦，第三句也非常好用。你好，我是徐薇，请您多多指教。这句话这么说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齐薇，我就是我，黑就是是，我是齐薇啊。可能大家学最多的客家话就是齐薇，哈哈哈，这是徐薇老师的名字，齐薇。你好，我是齐薇，请多多指教。多多就是多多，指教就是指教的意思。再来一次跟我念哦。你好，我是齐薇，请你多多指教。很棒很棒。再来，音课喜相逢。徐薇老师要教的是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不是要教唱歌哈，我们来看看它该怎么说呢？久见，就是很久很久的意思，等久好久好久，久见就是见面看到的意思，久见就是好久不见。英文怎么说呢？好棒哦，好像有人答出来咯。 Long time no see， long time 好久的时间了， no see 就是好久不见，久见，好，今天就教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复习今天学到的客家话，嘴巴借徐薇老师哦。第一句话，董欢喜老你见面，董欢喜老你见面。好，再来下一句咯，嘴巴张开来哟。安久好吗？安久好吗？下一句哦，你好，我是徐薇，请你多多指教。你好，我是齐薇，请你多多指教。你自己讲的时候，齐薇要换成自己的名字哦。最后，好久不见怎么说？久见 ，Long time no see。好棒哦，拜拜。